一場無情嘅大火，灼痛咗整個香港社會嘅心。民建聯一直走喺支援宏福苑災民嘅最前線，我哋第一時間暫停我哋所有嘅選舉工程，調動一切可以調動嘅資源同埋網絡，全力咁去支援災民。我好記得喺火災發生嘅一刻，係我哋民建聯嘅區議員攞住大聲公，不斷咁呼籲居民去撤離同埋疏散。我哋即時喺大埔支部成立咗一個緊急嘅支援中心，開設咗2條 WhatsApp 嘅熱線。我哋嘅義工逐個庇護中心咁去關心居民嘅情況。我哋亦都為部分嘅災民安排咗住宿。我哋亦都聯絡咗慈善團體去為佢哋發放慰問金。喺呢幾日，我哋一共接觸咗超過1000個住戶，為佢哋送上關懷同埋安慰。不過好可惜，我睇到有啲別有用心嘅人，企圖以災亂港，利用今次嘅災情去抹黑我哋民建聯。我喺呢度係嚴厲譴責呢啲毫無事實根據、極不負責任嘅中傷同埋詆毀。我哋民建聯係會要求政府獨立全面咁去調查成件事，堵塞同埋監管而家制度嘅漏洞。我哋一定要一查到底，追究責任，還我哋死傷者一個公道。我哋亦都會幫宏福苑嘅居民去重建佢哋嘅家園。災難為我哋嘅社會帶嚟一個沉重嘅教訓，我哋要痛定思痛，我哋要喺議會裏面推動大廈維修工程監管制度嘅改革。民建聯嘅選情而家係非常嚴峻，我好需要得到你手上面嘅一票，先至可以喺議會裏面落實改革嘅方案。我喺度呼籲全香港嘅市民，12月7號一定要出嚟投票，一定要堅定支持民建聯，拜託大家。